师这首歌，我就想到我他的那个。是喜欢老师的歌，还是喜欢老师这个人？老师的才华，应该不会喜欢人呐。你也是精英中的精英，商人又好，你商人又才华，你要讲才华的。老热大擂台，老热跳下來。好，各位親愛父老兄弟姊妹，今晡日係安尼冠軍比賽聽禮拜積分賽，剩2禮拜咯。積分賽比賽規則，每禮拜有無同樣嘅主題，參賽者7家選高嘅，經過6禮拜嘅比賽，累積分數最高嘅前3名，就可以進入到年冠軍嘅比賽。安尼要比賽之前。介紹下你評審欣賞。係呀，介紹欣賞，7個欣賞，7個欣賞，6個欣賞。你欣賞介紹睇呢？欣賞介紹向下貼近看下上副有加做相同的冇？色調有一樣哦。但是我總冠軍賽我要準備穿這樣哦。為什麼你要偷他這件回去穿？對，真的？哎，可以嗎？多無聊。跟我一樣哦。哎。怎麼樣？你的頭髮有哪裡特別的？沒有啊，就一樣啊，就這樣。他比較老，比較灰白。啊，對。為了參賽者想很多。你自己老人家的講人家。我幫你講話，你還要這個樣。好了，比賽之前有講到一樣噶，徐先生。因為今天的節目主題挺特別，叫做經典重現，就是經典重現。簡單講就是跟自己的偶像來致敬的。今晡日的評論的標準呢，是最重要是說你怎樣去把你的感情懂給喜是用版不感動的，要把那個情緒唱出來。所以你來說，甚至還要比偶像唱得好，那是更好。不是你要挖到那個偶像內心深處當初怎樣子去感動你的那個感覺。對。好，謝謝老師安排。所以剛剛葉老師講的今晡日就會最後第2個禮拜了，倒數第2個禮拜很關鍵，很關鍵。所以泰嘎哈一定要用那種萬馬奔騰的洪荒之力，有冇？把它擠出來，表現出來。什麼東西擠出來？實力。聲音呢？聲音，丹田。嗓音擠出來。對呀。好。好不好？這一批應該很會擠。吳碧雲帶來法奎流。好，來躺開。我很佩服罗伯仪老師，很會作詞作曲，可以把客家歌寫得那麼好聽。希望我今天演唱的這首歌，也能感動所有人，獲得高分。桐花又開花咧，愛上愛去看桐花，但是少了你，少了你，偏愛看桐花，對你嘅思念隨風，一層一層左右。天空，你有ทั้ง多麼，有ทั้ง多麼，愛嘅思念，愛總算明白去年你講嘅話，你愛愛習慣嘅聲音看童話，你愛愛放下心中嘅牽掛。
上布满嘅童话，梦已嘅肩头不爱变变看童话，爱上爱远也永恒，对你嘅牵挂。爱总算明白求眼你讲嘅话，你爱爱习惯嘅三年看童话，你爱爱放下心中嘅牵挂，爱爱好坏只介意三做无讲，对你嘅思念乃嘅简单奇法，手中嘅地上布满嘅童话，梦已嘅肩头不爱变变看童话，爱上爱远也永恒，对你嘅牵挂，对你嘅牵挂。什么感是谁？哎，用力祝福您吼。等一下跟妹妹，对啊，你怎么会挑到罗老师的？因为我刚开始听到罗老师这首歌，我就想到我很喜欢他的那个是喜欢老师的歌，还是喜欢老师这个人？老师的才华。哦，才华。应该不会喜欢人呐。很难讲啊，你就喜欢了，为什么他不不会？会跟我抢？哦，他不敢跟你抢，敢吞抢啦啊！嘿我都冒冷汗。啊，你视食物为俊杰啊！对对对。都冒冷汗。对，名花有主，对。哦，所以要调国的T 拜堂都会客家歌曲。对。哦，都要调。哦，这很难得哎。所以就深深爱上客家歌。对。所以今天向偶像致敬，就特别挑罗老师的这首歌来唱。对。发快嘞！发快嘞！罗老师，请讲评。那恭喜罗老师1票。好。今天是要选看一多少透过老师看，哎呀，看我们参赛者有6位。哎呀，大家老师也要比较一下。真的吗？好，那我们3个老师可以先走啦。我刚看了歌单，走吧。没有啊。好。此节目预算有限，仅留下罗国立老师。这位老师看到北南京。我给你了就骂了。对啊，真的啊，然后他就把那个就丢掉了。会哦，我有，以为 get 高哦，以为按你秀哦。难怪我刚刚看你的表情，这位老师真的不会。我等下分数都满分，好不好？可以吗？開玩笑啦嚇，嚟本佩雲做的建議哈，其實佩雲從我們在從海選一路看你喊過來哈，其實佩雲的成長真嘅動態哈，那我們也都看在心裡面，結果。比較替你擔心的還是之前節目裡面光過董羅拜的那個缺點，在你年度賽回來的時候，你一定要去糾正它，就是你的鼻音，你一到高音就聲音就從這邊都出來了，哈，這個缺點呢一定要改正過來。有童話，有開花咧，愛上愛去看童話。那其他方面，從我技巧也好。感情表演也好，也講對國外本身創意的詮釋，都有你自己很棒的一個表現。好，你這些優點我們都是肯定的。好，其實你在未來的更重要的賽事裡面，年度賽的時候呢，能夠把我們最在意的你這個鼻音的部分去糾正過來，你就會有很好的表現，好嗎？好，謝謝。謝謝老師。好，謝謝。那就來看你的分數嘍，好嗎？佩雲的分數。來。恭喜啊，9胜1分。这朵花开得不错。目前累积分数你自己有统计吗？听懂没有？我不知道哎。你没算哦？不敢。不敢算。
反正就到最后再看了哈。对啊。嗯，好，加油，好还有一个礼拜哦。好，保持下去了。好，好，回座休息。好，沙下来看下个偶像的漫来。好，你今远带来熊思琴。来，等下啦。今晡日呢，我先要是熊思琴，这个曲风呢同翕合，所以我同希望要是高的，我今日创要是高的，希望大家能来加油按支持。清风有心，此你离开莫用，空虚的人生，不过有凄凄哟。雪又来，想起爱的郎，爱郎你甘地默默思念你哟，思念的相思情，心肝破了心梦，爱郎啊，快飞翔，飞转满身痛。嗨，你好。嗨，嘿嘿运气好。今日也带了一条迄呀奈米偶像的歌诶。林展毅老师做的词，王宇欣老师编曲的。哦，所以林展毅老师一票啊，你有先夹歌的咯？因为都有看从点歌来弹噶，就看到就弹到亚述歌好像不大一样哈。结果我弹到我就觉得我很喜欢，所以我就先今日我就先要跳歌。哦，就是因为各意的关系。对对。因为它曲风的那个流线度、流畅度嘛，贵是合给允这，就柔柔的。跟你第一摆接触客家歌曲，敢要做一条歌曲？可以算是。可以算是。哦，哎呀。你该要拿手的歌都拿出来。第一摆谈到林展毅先生唱客家本色。哦。这种是很懂后上。差不多20年前、30年前。今嘛过有长。很棒，你没来啦。可能是 same way。徐世慧老师。OK， 金玉姐姐。谢谢。今天你唱要出国外啊，其实刚刚给它旋律感哈，所以它的 melody 听起来就是懂事他唔唱国外歌星，懂事他真嘅懂事他，不过今天。感觉到，因为存到2个礼拜吼，俺哋啊心情迄咩起伏比较大，所以会较压力较大，唱无？对，没，昨天除了按摩喉咙发炎。有。喉咙发炎。难怪，因为我甲先生CV 先生在讨论到俺上音无唱头摆按松，所以俺个大音也好，高音也好，高音俺迄感觉个无按严。其他3位先生就讲人大无拉稳，所以就系讲弹起来应该按你个性来讲吼，应该来讲对你来讲，我知道你应该系驾轻就熟，用人嘅声音来看、特色来看，一首歌嘅
真的很适合你唱。所以讲，你要上你按的声线的时间，就会造成他的，因为叫做按的弹的冲，不过淡中带感情，这个很难掌控。可是我觉得这是你最大的强项，所以呀，金比弹到叽叽的从心肝脱了心嘅到位，就弹的旋律性就有点断掉。心肝脱了心我希望较好起来哈，因为还有这礼拜，然后专要好好保养哦哈。谢谢老师。好，谢谢。好，那你这来看一下人金杯的分数咯。好，你永远的分数。谢谢老师。叶嘉修老师。很好哦，很好哦。是在讲哦，因为普通话分啊。没，两条歌哦，我觉得啦，你唱起来把那个感觉唱出来了。虽然讲，四位老师、各位老师，我哋弄清有弹出来讲，他在某些地方不完美。不过，我个角度啦，我个想法是讲，我们是把对偶像致敬的那个心态，然后给冲出来。心意。那今天李姐姐哈，你冲出来给感觉出，让人家觉得说，就算是你的能力没有办法做到的时候，你已经尽全力在做了。对我来讲，那个断的那些小地方、一些小瑕疵，跟你那么放松的在唱那个歌，你这个冲刚，你完全忘记了你的嗓子不好，忘记了你那个。现在正在决赛的时候，嗓子不好是很辛苦的事情。有的人压力会很重，可是他没有，他就是很放松的。我有多少实力，我就表现多少。那在这一点上，唐豆我的感觉是说，刚刚前面我们讲的那个规则里边有包括这一点，你要对这个情感的发挥，你对这首歌的认识。那这首歌唱到这个样子，今天。我觉得要很多人来唱都没办法，某法都冲到哎呦这种感情的那种表达。那我们要在那里面去找那些小地方的时候，我相信一定有很多小地方可以挑。那我今天给这个分数，哪个去试试公，也许其他老师要尽他们的责任，把他的毛病一定要很公平的找出来。可是呢，我要另外再加1分，就是因为他在。一个先天不良的条件之下的心态那么平衡，那么用心的把这个感情都唱出来，所以他就会变成这样的一个分数。好，但是我希望你再加油，这样会拉近一点，下次更有悬念，好不好？好，安子 C， 好，一礼拜真的要加油啊，好不好？加油啊！哈，谢谢，身体养好来啊，安子 C， 谢谢，回座休息。好，接下来呢？总理带来相思小五金。也买那个呢？唔对嘞。那今天呢，我要唱的是阮克勇老师的《相思想不尽》。这位老师呢，非常的棒，之前呢也跟他合作过，那在录音室呢也给他指点过。希望今天带来这一首他的歌曲呢，他也会喜欢。那也用这一首歌曲呢，对他表达自己12万分的敬意。算来算去穷下也有7、8年，多大两啥适唔适合？从黄连玉老师的歌诶，真的非常的适合的。啊，这条创路行过制作前路堂大家演出的。好，有高下高啦啦，有高下高啦，当然就是醉啦，当然就是醉。心在走，心情都迷茫，有你在身边没烦恼，只爱幸福快乐云烟，悲哀堕落。当你去演演的心跳，充满甜的爱情美妙，也将去推挂在在个，爱伸出去吃紧了。哎呀呀，用美对你相思相亲。哎呀呀，让
我甜甜蜜的心。哎呀呀，爱用甜甜蜜梦等待你。哎呀呀，用飞吻闹迷离。心彩小，心情都美妙，有你在身边没烦恼，只爱幸福快乐永远平安到老。当你去远远的心跳，充满甜的爱情理由，也将期待挂在最高，爱伸手去加强了。哎呀呀，用美对你相思相亲。哎呀呀，用我甜甜蜜的心。哎呀呀，爱用甜甜蜜梦等待你。哎呀呀，用飞吻闹迷离。哇哦！好可爱呀！你好，哇！他唱的是阮克勇老师的歌曲。是的，阮老师创作多很多非常脍炙人口的歌，很厉害的，也是个很厉害的歌手。你偶像啊？他是因为在比赛的时候认识他，那因为比赛的时候认识他，他觉得说，哎，阮老师他觉得就是说我在唱某些歌曲上面就是还不错。那之前有一个机会，然后他也不嫌弃，也有跟他稍微合作过一下下。对。我发现你唱这首歌就完全就变很年轻啊。对呀。对啊，我跟你以前那个唱的那个什么一条拔树根，又唱一条拔树根，我没有唱过这个，我没唱过这个，是因为我要站这边。为什么？为什么？没有，因为开玩笑。哦，因为我老人家就没有。走啦，过去。开玩笑。你看那老人家记恨。好了，我请那个年轻一点的帮你讲评了，好不好？好，立马拿起来。我想叶嘉修老师，因为被哲伟老师，看错，他年次很年轻啊。对，年次很年轻。好，重来嘞。张力哈，酸黑的啊，你要规底杯度懂贴配的线数。我坦白跟你说，今天已经到了要倒数第五次了。第五次，其实张力算是我们4位老师力保下来的，因为我们觉得他真的太有趣了。第一个太有趣，第二个觉得他其实是很特别的选手。为什么？他从一开始他给学传统的客家歌、山歌，转到流行歌曲。当然在这跌跌撞撞的过程里面，在今天我必须要给你一些肯定，我很开心，我听到了你的改变，然后特别是这首歌的音色跟音域非常的适合你。如果刚才镜头有拍到的话，我大概你的歌唱一半不到吧，1/3，我就把耳机拿下来了，因为我想要看你的演出，看你的表演。就像罗大哥说的，哎。你这歌变年轻，你不是做不到，你做得到嘛？然后再加上，我觉得你因为这首歌的关系，你在音色上面跟以前不一样了。然后在这首歌里，你表现的，我可以说，当然不是完全100%的那么成功，但是你回去听这种题材瓜低再搞这2次。你这一句都唱得非常的好，尾音也收得很漂亮，然后这个期待的感觉，你唱得非常的扣人心弦。也将期待挂在最高，爱伸手去加强了。因为我发现你已经唱出你自己的感觉了，好不好？希望最后一周加油，我要看到你不同的表现。下一个安子 C 啊，咱们看个分数来。总厉害分数。恭喜啊！93呢，93呢，厉害哟！啊，还有一个礼拜，加油！看下礼拜有没有什么让我们惊艳的东西，好不好？拼了！尽量啊，那就是没有。他说尽量展现。对呀，尽量展现。如果问他说绝对没问题，这样那就有信心。我尽量，他就谦虚啊，谦虚啊，好不好？好，那你就尽量啊，好 ，OK， 好，我去买电池。哎，你的那个道具，
再见啊。好，那目前罗国礼老师1票，林展毅老师1票，阮克勇老师1票，1票哈。对，接下来会是谁呢？来，林胜一二冲一归。来，看看啦。一开始是听黄文娟演唱《雨季》这首歌，当时听觉得非常感动，还特地买专辑回家，才发现词曲创作者是罗国礼老师，就开始听很多罗老师的创作，发现罗老师真的很厉害。今天呢，我也来挑战这首歌，希望也能带给观众同样的感动。人归又来嘞，爱看电充满，爱家已有伤稀年。已经不记得，安样输电孤单又记当年，俺想你。伤心，只剩孤单，不会离开我。叫也叫过来，注定的事情永远不会改变。无绝对爱来讲。其实只是流过面容的易碎，从以前太易，能够以后一切总会归于平静。我已经习惯输电孤单。手。好有感情的一首歌曲，大声说出来，要跳国会慢。妈，你呢？罗国礼罗老师。好，小心哈。啊。罗国礼老师的歌真的是，他年轻的时候应该常常被抛弃，吼，因为下错啊，没有啊，给我呀，给我歌的嘛，吼，没有。你问他，你问他。对啊，其实就是我其实在想啊，切他心情。真的吗？不小心被黄玉娟一唱，他唱比我唱适合，就给他唱啊。真的，这是你的心情哦。我开玩笑啦。好，心瑜，先讲今天表现让我激赏的地方，就会讲主副歌的强弱铺陈做得非常的有个人想法，跟这个让人家觉得这首歌的表现就是这样子，没错的，很经典的你的表现哈。啊，但是我今天吃到讲你个嗓音好像有一点点乖乖哈，今天的声音没有完全
发挥出来这种感觉哈。在高音的部分，音准也有一点点没有上去，然后英雄总在原唱那个黄玉娟她的那个真假音转换那个部分，你是没有用真假音转换的哈，你就完全用真音去唱。部分我个人觉得是 OK 的，但是如果真的要坚持用真音去唱的话，你一定要把音准唱上去。我们现在已经是在100米冲刺最后了哈，剩下下个礼拜一次就要决定3强了哈。那你当然了。以目前你的表现的状况来看的话，是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但是我还给你建议，就是说，那不管你今天在跑道上面你的位置在哪里，你永远不要忘记后面都有敌人在追赶你。甚至将来你到年度赛的时候也是一样啊，会有更多更强的敌人出现呐。好，要时时保持警觉，好不好？加油加油！你今天唱的歌我很喜欢，好，谢谢。谢谢老师。好，非常想要冲掉罗国瑜老师的歌曲。就第一次听那个黄玉娟唱这首歌，就是。他唱的让我觉得很感动，然后想要哭，对，后来回去就买了专辑回去，才发现原来是罗国立老师写的，对，然后后来就是都是罗国立老师写的，对，对，然后而且就是整个专辑都是罗老师写的，然后就开始听这样子，尤其黄玉娟唱歌温柔人，对啊，温柔人会勾人，对，真的很厉害。这首歌好歌好棒，好，来看一下大家分数啊。林胜怡的分数。奇怪哈，这个有的4位老师有时候会很团结，对，或者说这个想法一致，但有一些人他就是会奇怪，他就是我就是不跟你一样，哎，我要先解说一下为什么22分哦，因为星宇现在其实是大家众望所归，对他有一个很高的评价，所以他的门槛基本上是比较高的，啊，廖树国文呢，当然罗老师写的很好。但是罗老师写的很好，对你来说就是个致命伤哦。比如说，我一听到你刚刚下歌的时候一个语句，那可能你在表达你的情感，但是我总是觉得这首歌哦，你冲一了，你说好像驾驭不了这首歌，尤其在副歌的时候，罗老师在写的这个强度是一个层次一个层次一个层次，它是不一样的。那你不能每句都在唱成那个同样的一个力度里边。你必须有一个起伏的转折，那这一点呢，还是干过工，让你回去再想一想，还有1个礼拜，你要告诉人家说，如果我达到冠军，我是实至名归，让你们挑不到毛病，这是我今天对你的要求，这样好不好？谢谢老师。安志杰，叶老师说你会成功的，对，你会成功，还给我22分的，你口是心非。不是，本来就是成功的人一定都有失败过嘛。对。但是他失败当中，他就努力的、积极的、更加的去做突破，他就一定会成功。叶老师是真的为你好啦，我知道。希望你赶紧改进这个缺点，这样是没问题。雨下就让它下大雨点，不要让它停了。对。谢谢。啊，那恭喜你哈，一礼拜哈，加油哦，加油加油！会做休息。杀下来，3面文带来做盘。好，来谈盘。黄老师是外间年头的偶像，还有当道创歌的方面的技巧，拢是留伫好的。今日主天天爱的歌声，讲下来重温爱的金曲年代做盘。算去乡下也有7、8年，倒带两三适唔适合？义工天当生的千千万万粒，倒带来粒现两三。所以挑选的来本伊做，在伊希望人家提防，又山又水，还又爱。用宝贵生命，伊讲你三人一生，又几多人来
来写。铁山行水，总爱有十项。铁山行水，总爱有十项。 算义乡下也有700年，古代两沙是唔是哈？义公天当神的千千万万粒，古代那粒黑两沙，做一条船的来本义做，在义去无人嘅地方，有山有水，还有爱。 就按用过几千年，爱讲一三人一生有几多人来写，有实报亲好，无实报也好。铁山行水，爱迄二个伴；铁山行水，爱爱二做伴。爱讲一三人一生有几多情缘，你天爱也好，爱天你。 水爱嘅二个伴，铁山行水爱爱二做伴。铁山行水爱嘅二个伴，铁山行水爱爱二做伴。高盘。我发觉吼，从黄连玉老师的歌诶，真的非常非常的适合嘞。就是也用神。那个上线要同佢动枪啊。还有做主应该要先嘅歌诶。人家风格。哎呀，跟人家个风格嘛个。因为伊唔都讲透黄老师的歌有原因的。常常会忘词。他那个，刚刚你有忘词吗？情绪，你们也有忘词哦。你真的是没有让我失望哎，这很难过的事情。你唱到一个忘我是不是？哎呀，太痛哎，然后。超容易的。哦。让我先。用得个啥？结果当然有那个词较黏啦，哈，较多。又像唱的，又像念的。因为我希望我唱结果。 结果样来讲，开始谈到客家我就知道，伫到报道新报道刚们对，就发觉讲，哎呦，啊你客家歌咯，搭配其他的国语歌也好，闽南语歌也好，有按用的编法，按后堂，所以就特别感动，就会特别喜欢他的歌。我这条创路客歌知道青后堂的很演出的。哦。 胡高下高啦啦，胡高下高啦，当然就是醉啦，当然就是醉。胡高下高啦啦，胡高下高啦，当然就是醉啦醉。天顺的月光多海呀，落山外，爱行路路风梦迷迷，啊情路转。 他的歌真的都是经典，真的。因为不是他跟黄连玉老师跟陈升老师两个都揪空的嘛，不是，就很爱，有时候工作忙了以后就喝点酒放松，然后常常就胡高下高，就把这种情景就写下来，就很棒啊。对。好了，你今天所以他是你的偶像，对，是。其实他也是我的偶像，真的哦。我跟他认识的时候是在录音室，他那时候是当录音师。 哦，录音师。但是那时候他已经写了很多，后来跟新宝岛康乐队合作的歌曲。记得吗？就《梦空幺万人》啊。哦，客家歌。客家歌啊，我也有收录在我的专辑里面。好。因为那个，冲一条山过来奔一趟啊哦，啊哦啊哦。
我觉得你好累哦，你还要演那个乐器，你快精神分裂着。黄老师他算是一个客家的一个，也算非常代表的一个人物。我们最近我去年因为得到最佳客语演唱人奖，专辑奖，还有专辑奖，这懂厉害啊，懂厉害。好，今天参加各的表现都样板呢。徐志伟老师，忘了几个字。你也是很失望，我很生，没有他没有让你有没有想到他会忘？没有，我很生气。完了，糟糕了。其实我非常生气。我跟你说，在忘词之前，我几乎要给满分。这是我今天到目前为止我最想给满分的一位歌手 Dimo。我很谢谢两位主持人，因为他们刚刚在做这么多好笑的梗，都是为了要平复我的心情，因为他们看到我有杀气。没有纯粹要平复自己的杀气。我觉得因为必须都保密，而讲必须很残忍的，而且要很严厉的跟你说，忘词是最不应该。我觉得这个不可原谅。我只能说就是不可原谅。再有讲，因为眼眼神按精彩按贴片，我觉得忘词没有关系，可是你后面让我觉得你放弃了，这是我最生气的地方。因为 Hellboy 啊，你可能讲听一遍可以是你的感觉，也许你自己觉得没有，可是我们在听歌的感受是很直接的，我们就觉得你放弃了，后面还有什么好比呢？你不可以这样，你明明前面唱的那么好，叶老师说他前面唱太好了。我说对，那忘词之后呢？你连后面，你连爱讲一三音、一声又记到7、8音，自己都唱得很不确定，然后最后2句你还自己唱错，就是词应该要唱一样，你又唱不对。你会让我觉得你的人生这么坚定，你为什么在这小小事情上要放弃？其实是我让我觉得我很不开心的地方。那歌曲的部分，我可以给你很满分，但是没有办法，这是比赛，我只能够往下扣。但我觉得这就像你的人生一样，然后一张根本一个范例，我觉得就不要害怕嘛。真的不要害怕，那只是一点点跌倒。你看你的人生，你可能讲按到干面的故事，还有。不管出茶佛，不管你要身边引用白品，这只是一个忘词，你要坚持，好不好？是，我觉得也许现在分数拉很多，但是我们没有关系，名次不是重要。就像你的人生，你还是要很乐观的过下去啊！妈也打天发崩你吗？有，那就对了。那就对了，超猛，这就对啦。我们没有关系，我觉得跌倒也是没，只是我啦，我自己要觉得，我甚至可以代表其他3位评审说，我们就是很生气，因为我真的要给你满分，没有办法，今天你放弃，我希望不用对不起，对不起是你自己，我希望还有机会再转来，我希望把这个分数，我希望可以还给你，只把分数寄放在我们这边，好不好？加油！好，谢谢。好咯，马上就看那種洋葱嘅分數，都在評審線上有 S 一 can，翻美文的分數。佩舒老師太厲害了。对你也是精英中的精英。商业有好人，商业有才華。你们要讲才华。都在评审线上有 S 一 can， 翻美文的分数。OK 呢？真的有气，有气到。我可以讲一下话吗？其實創作禮拜這件必本咁通道我真係冇比較冇把好。應該連用禮拜就叫用禮拜講那個故事，真的都非常的感人。因為他的實際，那我覺得他真的用生命在唱歌，對，這是我對你的感動。還有講過，就係講人家特色太特別，在這6位當中，你的特色是最特別的。所以我吃到就會講。你是最有讓我看得到最亮的那一顆，可是你在這個地方選擇了放棄，這是讓我覺得，所以啲 Hellboy 來，其實Hellboy 想講唔記得詞就算咧，主要有東西標下來，
冇糖酸的哈，我就冇一講歌詞蒼白嘅東西，我看唱歌嘅之後，我看唔到人家表情的眼神，你的表現的眼神的那個。我勢在必得的感覺，這是我比較覺得比較可惜的地方。但是還是講，因為人家的特色太特別，所以我覺得我希望你真的再回來。如果有機會的話，這分數雖然差異很大，不過我會希望說，我真的很希望看到你在這個舞台上發光發熱。謝謝。可以 ，OK， 謝謝，真樂觀。對啊，不要，如果這一季萬一真的冇機會，把海歸下來嘛，哈。這位老師真的有氣，氣到臉都紅了。哦，這位老師紅了。要不要叫救護車？他已經在外面等。好了，好，加油，哦。好了。下禮拜反正輕鬆，OK。希望下禮拜帶來適合唔的歌，哦，好嘛？好，安子先，好來，會做消息，謝謝。謝謝。好，哎呀，羅國立老師2票，2票。林展毅老師1票，1票。阮克勇老師1票，黃連玉老師1票，5票。對。好。還剩一位。好，來，看佢先買呢歌，來。彭憲年帶來客家英雄。林展毅老師係一位創作俱佳嘅先生，佢唔單單係客家流行歌曲、傳統歌曲唱了真好，佢又還會作詞作曲。未來我愛向林先生多多來學習，留啲客家文化3萬傳承下去。帥哥你好，你好，赢了。哦，按照證明林展毅老師又多了1票，2票了。客家英雄。
林展毅老师写的曲，词是曾超先生的词。所以你特别家己记。家己林展毅老师本身，他除了会创立流行歌曲，传统歌曲，还要会作词作曲。哎呀，真的好厉害啊！他对咱客家的几只文化的发扬然后传承哈，贡献良多，贡献非常非常是的。啊，廖德，是我们的榜样，他是我们的榜样了啊。好，那你这边带来一首歌的徐世慧老师。徐世慧老师，来讲亚述国的感觉哈，就是讲你这边唱其实我觉得第一个，我先讲你的问题。问题是讲，你唱亚述国的感觉，客家英雄唱的泛音应该是一种磅礴气势。可是这一首歌可能唱国的关心的关系，所以咬都懂很，两个声音没有办法发挥到我们想听的那个磅礴气势感，这是第一个啦，哈，这是第一个。不过整体来讲，你是很顺利的把它唱完，不过就是情绪上面并没有把我们带到英国的一个地方。有特别的地方是讲，其实啊，虽然讲歌词嘛没问题，可是那个啊的声音，我觉得你不要刻意去唱哈。他的那个气势是不一样的。还某空用哈哈哈哈跟啊的声音，它本身它送出去的声音，送出去的嗓音，一个是气音，一个是实音，所以恩用版气势比较重的时候，当然我如果黑矮的方，我会选择啊，我不会选择哈。所以按你充分的时间，就是说你在用字的时候，希望讲你再重新调整一下，你希望它的 power 而出来的话，你就应该要发挥到你切个爱个力头，还有给唱歌的方式哈，真给我稍微修一下了，因为你都咬在你的声音都在我们口腔里面的后半段，没有送在前半段，没送到前半段的时间，你要做 power 你做不出来，你懂用力唱歌的还很冇好，两个嗓就会比较，你就会大声，就会大声态啊，所以说就会显得没有那么的有强势的感觉，这是我对你的看法。所以以及说你唱抒情歌比较没有问题。可是唱这样的有力道的歌的时候，它就会出现很大的瑕疵。好 ，OK， 安子 C。好，谢谢。好，安子 C。我们最后来看一下两个分数咯。哎，旁下的分数。谢谢老师，没问题，93分。好，下一礼拜加油啊！嘞哈。好，谢谢，谢谢，回座休息。好的，哎呀，沙哈的今行的传统组的比赛了哈。同样，安尼传统组咩系第5礼拜哈，今日今日集团了哈，大家要注意哦。好，那比赛之前介绍人评审欣赏。曾念祖欣赏，罗恩欣赏，卡杰欣赏，王批树欣赏。讲到王批树欣赏啊，一首来到安尼节目，系啊。对。所以根本日啦，按照特别有请王批树欣赏才华洋溢。他把一首唐豆给啲人的节目来表现后堂的歌曲，今日就有请到才华洋溢的黄佩书老师带来后堂的歌曲。中华中年。
关阳。嗨，罗哥好，海军老师好，真的是佩服佩服，这个声音听起来太舒服了。哎呦，真的哈，谢谢，好亮哦，疗愈的那一种声音，有疗愈哦，有啊，而且有安眠的作用啊。你想说的咯？唔想说的啦。被发现最想说的题片。对。佩舒老师就以前还学声乐嘛，对不对？那你从的客家山歌有嘛个比较特别的地方，还是有什么困难的地方？其实我一刚开始学习，因为我不会说客家话嘛，应该是这样。你是怎么样去踏入客家歌曲这个？一刚开始是因为工作关系，我帮合唱团弹那个钢琴的伴奏，是，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没有想说要唱客家歌，因为那时候都唱西洋歌曲嘛，对，都唱外文歌，那么有水准。还有唱拉文、德文，对，然后所以那时候等于意大利文还有德文啊。你不要再讲那么详细，他会越伤心。所以是因为就是工作的关系，然后后来接触了很多客家的长辈，然后像那声乐是意大利文，像那个那种东西。对，那是林峰大哥吧？就是我们唱歌，不是弄错了，弄到那片叶。我还以为是萧敬腾嘞。就是唱歌不用麦克风了，真的。对，就要把声音传出去。不用麦克风，好，那试看看嘞。可以吗？现在还可以吗？现在没有，你位置要调整，调到后面。哪里？我来调。对，譬如说拉链啊。就是你位置要放在后面，然后你就用麦克风就没有办法放这种声音。我听傻眼呢。穿透力哈，很恐怖。所以就是调整身体的位置。所以我们以前哈，我那个年代了哈，没有要考歌星证啊。我们不同年代，我们赶快走。我早出道了，我是出道早，但是我并不老。好 ，OK。我那年代还要考那个歌星证嘛。对。啊，歌星证那个年代。然后还要去每一个县市的教育局，你要去报名，然后他们就会大概1个月就会举办一次，那你就去考。那他们会找一个比如学校的那个文化中心呐，然后就几十个学生报名，然后就上去考。有的就也没有钢琴，也没有什么，就是纯清唱，也没有麦克风，完全没有。下面就是大概2个、3个、4个官员，就教育局的官员，然后就听你唱，然后你就唱了梅花满天下，越能把越开花，梅花见证象征我们巍巍的大中华。所以萧煌奇应该也很容易拿得到奖，不用麦克风。那个时候都要唱一些比较是爱国歌曲，对，进化歌曲。怒发纵观凭栏处，潇潇雨歇，噔噔噔噔噔噔。爱望眼，他的年代好远哦，没听过，我追不到你的年代，我很努力的跑，我跑不到。滚他个回味一下，对吧？对。可是你看那个时候这样子，因为你一关过一关，真的很厉害，就是精英啊，就很多回忆嘛，这个都经验累积嘛。对。可是就是我觉得那样子的闯关，其实也就是。把很多很棒的人，真的就是经由那样子的比赛挑选出来。真的，像你也是啊，对啊，佩舒老师太厉害了。哦，对你也是精英中的精英。谢谢。嗓音又好，你嗓音又强，又才华。你原本要讲才华，才华。他赶你的，他赶你的。啊，没有，有时候你知道吗？现在又是在宣传期，所以台语、国语、客家话讲，对不对？我都。搞混了，辛苦了哈。不过今天真的很开心，都是糖豆哈，从安后糖的果本来作为奖金杯，太有福气了。但是还能麻烦一件事情哦。嘿，麻烦事情。再冲一数。没啦，那得冲啊！时间关系，很亲密还有时间嘛，有时间发到麻烦就冲一条果本，大概在糖啊的。哦，那么一下子先抢到那个评审好老师那边位置坐好，给你麻烦先生好，谢谢，好辛苦了哈，谢谢安志 C。
好，安尼马上进入安尼今边的精彩的比赛，好。喺比赛之前，先有请到曾民族先生来公布今边的主题。好，比赛呢已經進入到最後關鍵的階段，所以呢參賽者呢基本上吼就製作單位就安排到我哋嘅主題韓國概念風尚日。獎辦人咧按照出來唱歌，然後反映你嘅生活當中又經過乜嘅酸甜苦辣嘅事情是做得來描寫出來。希望講歌詞點樣都符合到今日嘅主題。希望參賽者加油！加油！你手啊，先生。今日冇來哦，今日冇來。加油！咁啊，嚇死人咧。哎呦，今日真緊吼，動關鍵哦，真係太加油啊！在做存2禮拜，呀禮拜真關鍵啦。好，有請 TVB 參賽朋友。傅鳳琪帶來3個字。講啦。我伫高中畢業之後，拄佇母校聽書，因為母校咧開播運行的，工作較辛苦，創造載波載落基隆外校，創造3個母班業，然後拄到愛姑娘，拄到我嘅認識，我係一個好嘅藝術。就是唔對，該平車當錯唔對，一家講就講，唔讓那種見頭會講。哎呦！那大部是因為唔對啊，冇人教啊，唔好乜個太好咧哈，又奇怪又怪怪，俺愛講從愛看線上，都沒喊嚟按台冇按咯，就係那個什麼咧？想起了后那生心为了酸只差送了佛都添了光韩国了吉那多奉上了人偷偷给救了妻愛心了肝傅先生你好，兩位主持人好，好，今邊歌詞當然描寫到人乜個風霜歲月的故事嘛。描寫係高中畢業之後，喺母校開貨運行，喺母校聽書，係，喺母校做了運輸業啊，嗰時，所以母校應該過到以後啊。嗰時嘅周邊是很小康啦，哈，應該唔算艱苦家庭啊，你哈。嗰時我爸爸是專門整運輸業啦，做這個有差，這個有差，本來一台做到3台茶。哦，白手起家呢。然後後來變新竹貨運。不是給我卡沒有哦，還有哦，白帶喎，新竹保養嘛，新竹保養，係這個茶行嘛，就係茶行。哦，冇強用啦，嗬，人家10年的啦，錯10年錯。啊，個經過這種不下做個運輸業就較辛苦啦。啊，就有陣子載外銷啊，嗬。啊，載到基隆碼頭，啊，有陣子。都是雙意嘛。意思就載去，啊，車電腦按不死，好像做個下貨。掉直接掉啊，冇工人啊。哦。跟住
这个班啊？无啦，因为一个班，佢个有个公有啊。哦。嗰隻全部咩吹高機啊，全部一班都個索嘅都，直接吊上去啊。哦。你上次說啊不20條在意，這次等到天光，差不多3、4點鐘就在下坡。因為佢個臨時的啊。咩倉庫冇有標，因為嗰時你台灣嘅經濟不錯啊，吼，中國是工廠，嗰個貨全部載到基隆去，啊碼頭斷到年嘛，冇有標就直接上船了，哦，所以也喺人記憶當中非常懷念一件。啊，我做了貨運行，都20多我朋友，我朋友基本下嘛佢拖拉機啊。哦，哎呦，貨運生理有拖拉機兩個就丟到。嗰時講佢做飛機，我媽做飛機啦。哦，啊嗰時講有陣時閒嘅時候，我即刻講那邊點方要加台書本要做，啊一定要送你拜啊。安尼糖糖的又苦又有甜。又有一點酸酸的。嘿，讚。今晡日耶穌歌嘅都係唱嘅樣版咯，有請到曾民族先生。富泰哥啦，真用心啦。今晡日呢，歌聲呢小可有點入哦，吼。今晡日小可有淡。係啊，用嗌到尤其喺度耳機點樣都聽到沙沙啞啞的聲音，然後呢每一節啊，心會酸啊，個每一節嘅來嘅潤啊。做到冇獎。心會流酸啊！二團到第4團嘅時節，我接歌嘅時節是我鐵突到一下呀，所以繼續加油。好，什麼老師？什麼先生？按這個看一下這個分數啦，好吧？好。夫房企嘅分數。好，聽禮拜90分。我自從來農業大擂台，算2擺成績最好，要進入6強。哦，算一年100比100個較好。我是覺得你比較後繼無力。你看你開始來時間，那個分數會好嘅，一個嘅嘛。有人有上次抄唔抄嘅？加上都卡，加上都卡有事。哎呀，節目應該係要繼續做下去，所以唔係要舞台，好唔好？係啊。好，你準備好呀？哈。有。好，請你編落去，好唔好？好。好，安子先，好，做休息。我要聽到20了哦。好了，謝謝。好可愛。呀，蘇文演員非常反正都數錯班的，有點沒有力的感覺。好啦，上來。彭玉琴帶來老山歌。因為從細爸爸就冇出來，所以不卡太細的事情，韓國天的水全部按照用筆記嘛來填修做，所以從細是啲講，日本的首先，所以就日本的努力，請尋夢以前按幸福的工業的。不買點下就按偶爾現法。一條安娜。
欢迎哈，哈，今日有乜个同大家分享的哈？讲故事。哎。我爸爸他做出木材的，啊，不卡钢铁啊，乜个事情就会做啊。哦。咁还有钢铁啊。唔係太子咩？還有個阿姐，唔過佢家下小學畢業時去工廠做，啊結果那家係做鋼鐵社就留本做。唔係，佢去工廠做嘅話，做嗨嘅工廠，結果書本火燒到是啊，2隻手就受傷，係哦，對，哎呦，啊，所以盧卡他們都種落在牛選這件事情，還有外國，哦，係咪辛苦吼？所以應該要同一條故事的描寫到人嘅歌詞度吼。我只有就講解鋼鐵的事情了呢，係。你跳把下學牛誒，要下學阿伯嘅哦。牛係啊，我種牛啊。我種牛啊。係啊。我細聲我屋企咩牛呢？我屋企有學豬嘅啦，學雞嘅啦。係啊。啊，比如特別雞全部即係學都唔自己買嘛。雞啊咪嗬，啊過年過節就做，我阿媽就去做雞，啊做雞做好以後嗬，就很愛啲嘅衣料嘛，熬啊定。做阿媽先做的嘛，啊我就做以後，另外技術就做腳，啊阿媽嘅鋼琴就係來床嘅，嚇！我國之前那個做雞做鴨無羅當，出歌後世做在上，就過來啊個血就引流流了一碗嘿，就變鴨血有嘛。然後就剛好煮那個麻辣火鍋。哦，所以沒有，那時候沒有麻辣火鍋了，那時候沒有了。唔會鹹嗎？就細就戇啊，就爸爸媽媽還唔做嘛，就以後講啦。以後講啦。哦。啊，你來創作樣板的，聽下羅英老師。係，英老師。潘太姐吼，提你係從嗰個當個本嘅建議，就係希望你喊下，要喊下好嘅上癮嚟表現出來，就係講呢個玩戲嘅世界啦，吼，你在啊白下睇到，係因為你聽說，所以我唔定你自家要緊講嘛，吼，你就係從到樹木音嘅世界，你可能盡力吼，就係當上噴發到音數度下。下降掉，唔過呢，我嘅感覺就係同時咧，我想吼，你自家點解從嗰些樹木音嗰些，你的肚皮一定很緊，吼，讀書一定動很，因為你想盡辦法把它收漂亮，吼，按樣就下打鬆，吼，就係其實我們感受得到你的那個用力，吼，所以咧就係可能你會加強嘅每所，吼，譬如講你從第一句，吼，你頭按啦。六月冬啊，那就係外形嘅嘴，如果張得夠大，氣息的進來夠多，你後背樹木音就唔是安輕，吼，所以你大幾個樹木音吼，第一句、還個第二句、第四句最明顯，吼，就係聽起來聲音很緊。好，如果可以再放鬆一點，因為糖散夠嘛，你一聽糖起來會鬆長喉糖哈。韓國呢，不人家建議就係你的這個重音要放對位置，比如講第三句哈，割無使割，好，它有名詞加動詞，好，該應該動詞就要加一點重音，按長從走勢，好，唱歌就係恭維的旋律。嘿，要加一點點重音，聽起來有生動的感覺。係講你走的老李愛音啊，收得漂亮，吸氣換得自然，好，還有你的重音放對位置，我希望應該聲機會喊下好，好，是嗎？哦，謝謝。羅英老師意思要你的換氣聲音，嘴巴不夠大，你要用那種洪荒之力，有沒有？六年冬啊！可怕，不是這個吸太大的，大家會打那個什麼，打愛豆，可是它太小，打愛豆，可是它太小，很明顯的太小。好，謝謝。不要那麼秀氣。好，你就像剛剛對，像他這樣子。來，看本書。朋友前的分數。
91分，恭喜你啊！要注意换气啊哈！还有1礼拜，加油！啊，加油，加油！好，回座休息。3下来，温动俺小可爱露水莲带来3个字。我的人生最辛苦的日子是结婚后，家下2个成员慢慢出世，乜嘅生涯所做，然後啦，家下按辛苦，你也投入你下生活，喺你下投入基礎度，然後從嗰份大家。等一下啦，很可爱。今日要同樣的分享乜嘅故事啊？講乜嘅故事啊？我做什麼些雖然辛苦哈，不過讓兄弟姊妹大家當下，大家當好。不過結婚啦哈，係我等辛苦嘅嘢的。線上薪水冇當到，我拿轉福卡，嚇，我拿轉福卡，喺我而家推中港嘅島無期，嘅係鳥不生蛋嘅地方。還有無期是鳥不生蛋，無期，哎，家下係真的係鳥不生蛋嘅地方，冇埋要嘅關聯工業區嗰邊的，嚇，還我有街樓有冇車、腳踏車冇、摩托車冇，什麼都沒有。哎，家讀台讀時，我自家用行路去親。點解得行路行到去？大嘅地方。那大租房子的地方在關聯工業區裡面。哦，態度是安尼行電過去啊。盲動台側啦，早上很熱天。上夜咯。佢是青條路，我冇嘅生意，不過我會做生。哦，對，我會做生。那手藝很好，手很巧。係，我會做生嚇，我自家去親，喺滿堂去親到當然去，用行路去親到咧就唔知如何轉。因為個工廠你在東西用我做啦，天孫獨咧咯，天嘅板東按開工廠，我親到街道去，因見阿講到街道，我去到街道，親到我就唔知東南西北，我就唔知嚟到，唔知如何轉，按到尾隔壁都係工業是冇愛帶嚟到，我講我帶關聯工業區，佢其實同愛轉，佢同愛轉，佢是頭家上就不愛做，佢愛昂態度是唔知。該平車當廠唔啲，一家講就講唔爭就按誰責田，家下少，家長時人講堅田嚇，家當少，誰責田，佢講唔爭，我仲堅條去講。哎呦！我態度是按你唔啲啊，冇人教啊，佢家都唔好乜嘅派好咧嚇，又奇怪又怪怪。都是通通。怪怪，按多數第一擺懷孕就唔啲。哦，第一胎啊。係，按到尾。我老公下班咗咯，叫平係唔識，大家態度時是唔會樣辦，你態度時是會按樣嘅，這樣講。佢阿冇同我看先生，佢到尾我打電話再讓我所講，你向先生去談電話。
喊其实很去谈天法，讲你家家上玩玩，我带你图你转，今我把嘅图我看先生，唔係看我图先生，既然我在轉突然一不愛手愛樓梯愛過嘅掉，喊其實早上上班，喊我就圖我看先生，都沒喊嚟按台冇按咯。就那個什麼咧？喊我是陸續兩個聲音，個機。 家姐做生意家做一些檔口，喊到尾生意啊哈，本體育搶去，搶去哈是慢慢摸些，喊我是這位考試考落個國仔，我國仔，管理國仔這一張18，我是18學兩個模嘢，喊啲研究所畢業賣2件貨，這是我最大的安慰。一張嘢18000，喊出人買2件貨。 好厉害哦！佩服，真的佩服。我白天上班晚班嘛，很拼呐哈，很拼呐。我偏就到補習班咧，我是去補習班來填修，這偏就做海產店，暗頭就去做海產店填修，中午先1點下班到2點休息，我就去做個海產店幫忙，我是按樣去過來咧，你啊不錯。佢講到一個故事，你看佢就眼淚。 含着眼淚這樣，是好，來談一下那個恰克克先生。好，那雖然之哈，蔡依今日一出生的時間，我哋平時是來感覺，人今日飲食、咬絲、玉米全部都在講，以後哈，但是呢，伊在翠米那個樹米園火石團，嗰個團絲啊，我有講過，佢係有8泡，但是佢今日創到4泡。 完全後面4泡都冇嘅，佢係咩？就讓人個米圓而做一個米圓嘅時間，自家嘅氣啊，我讓氣延續一8泡，也一定要注意。第二段也同樣哦，你都自己血態搭線幹嘅時間。 嘅幹事雖然講有在拖改些，但是還係不足8泡。也以後你採入米行嘅比賽，一天來再繼續加油啊！哈，好，安子生，好，好，安子生，好，來，看到住。好，我說點的本書。天哪了的心哪酸。我準備道具啊，這樣要乜嘅？眼淚吧，眼淚。哦，有可能啊，因為一開始我從阿妹愛，有乜嘅嚇？阿妹帶人啊，貧窮了干，不是唱，不是。流連，我的。好，有睡点的分数。 恭喜哈！期待你下禮拜比賽哦。下禮拜哈，邊啊咧？來，海咪，有朋友來。有朋友。歡迎林桂蘭帶來平板。在生日的時間，媽媽身體就唔好，家庭呢當苦又冇錢，為了照顧我嘅媽媽，還有老太老妹，就冇去讀書。50年過去了，我媽媽你係身體真健康。 每日躺喺床上過，我也情歡喜情開心，耶！
欧巴桑。哎呀，这个还要准备道具啊，给啊亚妈个。眼泪，眼泪，出到按多，按脆哥，你看，也莫做按开了，粉粉色的。哦，有可能啦，因为一开始我唱个阿妹爱，亚妈个哈。阿妹带人呐。哦，阿妹带人，咩阿妹爱，亚妈个哈。阿妹了带那烟柳。可以再给我改一版吗？了钱呐，贫穷了干，错了脸，我弟。真紧，两个讲道真紧，冇因啲嘅。我差唔多10歲時啲話嗬，圖書館啊嗬，你行出去叫我第7個了妹嘛，我行個公園去嗬，行1點鐘叫。1點鐘。你1點鐘圖書。哦。還有一轉學圖書館嚟些，轉到半路，腳去轉咧，就腳咧，我媽媽瞓到，嗬，行開始轉，哦，就走哦，就當腳轉不開，書包跳下踢，是看到媽媽因為爸爸是煮了食飽了後，媽媽是咁樣從水兩頭嗰啲屋啊嗬，是奶槍屋。頭阿母痛到，我爸妹有些爸爸講看到佢當痛，還其實我爸爸是就家人咁樣門宣嘛，其實就門宣是，我看調當我嗌到太老梅啊，3沙度我看咧，嗰度8點鐘有些媽媽痛到，跳那啱去床喺個壁，人家床咩咩滾啊嚇。人媽喺床壁。個跳那痛啊，跳那當痛啊。跳那痛到。喺床壁。係床喺面床壁。啊，床都唔會痛啊？唔係。床落個面床邊，床樣飛飛滾，痛喺都唔掉啦，都唔掉啦，冇了好事啦。受不了。後尾是大陣10個月，佢大陣佢啲開始照顧老太老妹啊，做家事開始剁煮菜，啊唔通是一隻火鍋店面，還是見剁三樣剁落咧小旁邊有冇力咧，哦，卡起來哦，貴少嘅血，貴少嘅血是煨啊，煨同佢爸爸嚟，我還是專門擺咧火。你啊飯。我做小每年無代無志，你喺樹安尼放喺安尼火柴盒啲啊。有哪那樣嘅？各種種嘞。現在沒有這個火柴啦。有啦，買得到啦，很少啦。沒有做的啦。裡面是空的。絕種了。我這個已經藏了2年。哦，所以因為絕種了，你再把它弄在這裡，讓大家知道說，哦，還有這個火柴哦。對呀，因為那時候手藏了2年多。這麼長哎。這麼長一直流血，然後爸爸就弄這個木料皮啊，佛藥啊，插口來止血的，它可以止血。佛藥可以止血。對對對。所以這個就是古法煉鋼的方式啦。哦，你看呢，大擺人看都帶到按到歡笑文他個，有分享故事，你看佢咩邊鬼邊怪，有劉木生，有帶火車，等下，就看一下，談一下那個黃皮書欣賞哈。王老師，林太金哈，我係。提起擺糖，我係提起擺糖衣重構啦。不過我想大家吼糖衣功法給世界去走的，第一你給上映音色很亮，然後你每走的吸很足的氣，因為你剛才講話噼里啪啦啪啦啪啦，就是其實音色亮跟氣可以吸很足，全部係你的優點。不過吼，就是因為你。可能很習慣你的個性是比較急的，所以你很容易去搶拍。你的剛才唱的這個平板，這個拍子很不穩，很多都沒有在正拍上面。然後還有音準也是一個你很大的問題，沒有控制住在那個音高的地方，包括像可憐嘅可，這可憐的可這個音，還有注彩。這個音的音準，還有心酸到心甜，這個中間會有很多襯字的音符跑來跑去，對不對？可是那個都沒有跑到音準，都不知道你跑到哪裡，說哎又回來了，就會讓人家覺得好像你沒有唱在那個該有的一個規則上面，就跑來跑去這樣子。
这是你可能需要改进的地方。对啦，个性的问题啦，比较活泼，容易跑来跑去。对啊，我没有想到今天还有眼泪直接滴出来，因为他还要忙滴眼泪，那个滴眼泪那个 timing 点还要抓得刚刚好。对，哭。对，跟水龙头一样哈。就至少给我出来就会啊 ，Come on。给我们出来说加贵加乖啊你。来看一下几个分数好嘛，来。林桂兰的分数。分数今日对你来讲美国哈，还1礼拜。咋变啊嘞？哈，用走秀的方式行专业好嘛？来，小心哦，小心哦，一模有劲呢。伊心情唔好。89分心情唔行。唔行，下礼拜要行。来，杀来。范晴慧带来3个字。头上时间呢，我介苦，还有上几张声音呢，所以呢又下辛苦掉。但是呢，虽然讲按辛苦，咱啲后咧看到也都有声音啦，大家是真乖、真顺时做，还有真顺时、真严谨，所以虽然讲辛苦掉，也值得。两位主持人好，今日要同大家分享乜嘅那個風尚生日哦，是講50歲以前啊，後生時間啦，是學艱苦做，但是哦，因為成日呢又多，我家又苦啦。講幾多生日？世界生日，很大行細子做，上班之後，還會做，譬如講像做鐵工啦，對唔對？係啊，鐵工。乜嘅細子去做？係啊，還有牽水田產，還我家要學煮學雞。哦，學煮學雞人賣。都讓見人來收業啦，冇喺收費位唔啦。哇，呢樣事我要做水田，要做乜嘅？鐵工，要學煮嘅，一張一個人收你幾十萬哦。冇啦。你啲咁可憐嘅事情。所以收業就唔多就會樣做。係啊。條班人真係太辛苦啦，講真。安尼談起來。乜唔講條班，其實也咩當辛苦嘅朋友啦。只是冇強用嘅方式嚟構成法啦。條班嘅環境可能冇像也下樣嘅，條班環境真係就較做較變。很賺錢又冇人關心，這個學士嘅聲音咧。係啊。所以也咩講苦盡甘來。哦，好啦，喺你今日分享有個條牌嘅條辛苦嘅過往啊，嗬，係啊，喺呢談一下先生對今日創樣板嚟講解下嚟。請開個嗬，參加按到禮拜來嘅成績，全部可以講以最高分嘅，嗬。
安多礼拜嘅成绩真好，目前係啊，但是今本日係啊，但是今本日啊，一下落過些心跳急咧，安樣嘢啊，一下用力出跳太力，安樣嘢，跳出力，但是到每一節嘅時間。其他想講應該冇問題啦，甚至做得平安吼。人哋都每一節嘅時間，望自己神超過嘅三角師，唔啲樣班人係跳戲啊嘛，樣班人受過鐵到更多啊嘛，係啦。我是將嗰種圖啊個，所以講真可惜，但是唔過還有一個禮拜哦，要加強哦，哈，看做得拿到。冠軍，今後嘅成績嘛哈，加油哦哈，哦，謝謝，好，謝謝，看一下下禮拜分數，好嗎？好，翻請看分數。謝謝。剛有查案的哦。哇，你們每個人都好嚴格哦。這個越接近尾端哈，那個老師這。評分的要求就越來越高，所以還一禮拜，加油，好不好？加油，加油，謝謝。好，先回座休息。謝謝。殺下來。陳淑貞帶來平板。以前要養家，有3個小孩要讀書、吃飯，還要背房貸。為了不讓家裡入不敷出，我每天跑3個地方擺攤賣花。雖然每天過着沒有睡飽的日子，但是現在回想起來，一切都很值得。两位主持人好，好，评审欣赏大家好，好，今晡日充滿嘅故事，本大家聽啊。從愛為到家庭生活，爭去買花。買花啦。唔通佢冇咁樣？買啊！為到家庭生活，佢買神。嚇？買神啊！買神啦！我買花呢？你有買過花？純花誒。竟然買純花，望路的純花。哎呀，順便打歌啦！順便打歌，我也賣花。賣乜花？我賣花。哦，鳳花。哦，你賣鳳花。那個望路的春花。春花。春花，我是紅花。哎呦。花有落水有生命。哎呦。心有溫暖，唔驚寒。天若有意，
你还继续这样子弹下去，真是的。排这，是。唔會，麥個法都有麥。麥盆栽。哦。阿健係有麥嗎？嚇？係有麥嗎？有。有啊，有麥。親平西世界主音樂會做3拜。3拜。大做去市場。早市。對。哎，下午去黃昏市場。黃昏市場。晚上去百夜市。啊，你怎麼睡覺啊？那你這樣就睡沒有幾個小時哎？對啊，有時候睡不到2個小時。真的假的？ Oh my god！ 尤其是年底。哦，那個過年時節，他給他買花。係呀。係咪買？該刮風轉來防衛正理。正理都點人種，將水母3點人因為風蟲。按你時間經過多年的時間。差唔多3年，身體就拄唔掉了。哎呀，明年就3年的時間，明年就安尼哦。你就睡2-3點鐘啊？冇了年了，是年下加下。禮拜日有了年冇？禮拜日咩冇了啊？做成年嘅人，禮拜日了唔得。唔係講花市禮拜日會了年安尼哦。花市就是假日啊。假日花市，熱鬧熱的，哎呀。哦。哇！真辛苦呢。生意呢？幾樣事供？幾樣事供37歲，國小還沒畢業。哇！幾樣事嘟好有安尼學費啦。掌握用錢的時間。所以也很個辛苦的過往就出來哈。係啊，也感謝很多大家分享啦哈。來，又輪到你了，好，羅英老師。好，陳大姐吼，我想哈，你學了客家歌，唔但講客家歌唱得好，客家話也被我們同化了哈。客家話，你說尤其是對，所以呢。客家話學得好，客家歌就會唱得很棒哈。所以了解你挑戰，你愛辦好貼詩嘅唱法哈。其實一般到最後比賽的時候，大家不太敢唱，因為這個要有一定的實力。唔過吼，Andy 上次會講啊吼，某一天會講客家話嘅人吼，來唱客家歌很下好教，樣辦講呢，昂學。線上用伴唱，而且讓佢模仿吼 copy 起來，所以一字不差吼。唔講你喊做啲加強嘅媒所就係，因為你係重翻呢下西松容才走戲嘅時間，因為它有故事性吼，所以他才會在版後吼唱出來，因為他要描述一個故事，佢可能叫，所以呢佢會慢一些唱出來，哈，不過他哭的時候唱也是一定有一定的節拍，那你都掌握得很好，就係講比較沒有做戲的味道。譬如講哈，數每日嘅時間哈，最每一句哈，一隻加後邊呢係加那個那，就是一隻加哈，一隻加那。好，這樣才有哭的感覺，你就很中規中矩。一扎嘎那，沒有什麼大錯，但是人家聽起來就哎呀少了一點點。又唱一扎嘎那。好，就係幫你了解建議，希望你做的表現都很好哦，加油！可以哈，整數整的分數。61分，哎呀，恭喜！謝謝。做得冇？可以嗎？很高興啊，閩南人很高興的。真的，閩南人比在6名之內很強的，對嗎？很難得了。哦，還有1禮拜，再1禮拜的拼了，好不好？拼了，拼了，拼了！謝謝，謝謝，安志生回座休息。謝謝。所以今日通到安尼6位參賽朋友來分享一個生日的安尼故事啊哈。呀，當然每一位朋友哈，他個從後生到呀到老哈，一定有辛苦的經過。哎呀，他個為了家庭支援安尼辛苦打拼都好歹。但是輕鬆有啦，當然。
你宁愿辛苦一阵子，也不愿辛苦一辈子，对不对？啊，只辛苦一下下啊，为了家庭子女，老的时候辛苦才辛苦哈。是有。好。安尼。还有下礼拜哦。下礼拜关键真的。慢演做的得到安尼演贵的。唔免年度的，贵的冠军，一定要准时收看的节目。好，嘿，当到朋友喊迄小我来参加呢比赛，唔点要报名，大家报告下来。报名专线0919388398，还有传真天发0227778231。好，等下就报名哈，因为非常多谢所有观众朋友收看以外呢，还没有多谢辛苦的评审先生安子生。辛苦评审的常队长陆书先生。好，同时大家唔记得啦，下礼拜同一段时间的时光呢，闹热大擂台，闹热中下来，拜拜。